OK。好来，我方甲荷兰当局之间，无，这张牌应该是搁较起哩。讲好，即暗我方的人就是荷兰人吼，就即个海边城市的长官请求讲，希望因暗就会当坐小船去阮的船顶，但是阁下就讲一定需要先知影讲，迄变化目测。海水是毋是平静可行，是毋是会当啦吼？结果伊国下直报，因为有暴风这个影真大吼，无可能去到阮的船顶。不过明仔载起，阮若希望去，会当如愿去这个落船啊！请阮放心，即天暗时啊，就搁留落来做伊的人客吼。过当日早起，我方迄挂人来到 David Hartwell 阁下面头前，甲父王写互长官阁下迄张有封口，就是有封起来迄张批啦吼，交互伊阁下。即挂批对塔坦文翻译做荷兰文了后，就像下面安尼。好，咱来看下面即张批吼。伫咧新仔福建省诶下属第二统治者。伫咧福州写互规译长官阁下的批的翻译，福建统治者大清李宝燕寄即张批互佛罗摩萨岛荷兰人的长官阁下，并且致敬问候之意。我方甲荷兰当局之间素来相互友善，以诚相待。殊将不如，是因阮国王对荷兰人的温宠有加，备受肯定。荷兰人战术高强，名闻遐迩啦。查者吼，遐是下。又叫是河，长叫做下吼。什么代志叫做河？一水吼打落吼，一水打落，大家知无？一水就是什么人吼？下问音打落，敢若中部腔的台中人安尼讲吼。你下是嘛吼，你是滚吼。OK， 荷兰人战术高强，名闻下你哈。若是国下借服即个海贼，就是国姓啊吼，必将声威大振，威名永留青史，广受敬仰。军期中，我将会准备好开动靖南王去攻取即个海贼的土地。我之所以甲你国下讲即代志，是因为你国下有意自海上带军来会师，若确实要如此出兵，无事成行，告知我方，以便到时贵方的船舰自海上来奋勇攻击伊，而我方的军队将会伫陆上奋战。贵我双方若是会当如此合力消灭军队即个海贼，我甲靖南王将会
北上朝廷将你阁下的战功放伫五方之上，广为宣扬。迄时，阮的皇帝必将封予犒赏你阁下，甚至加倍受报。而且因贵我两国相距不远，其他事务也将会当简便商谈。若是你阁下自此地有何需要，也会当供应无虑写伫顺治皇帝18年9月4日，是西元1661年10月26号。福州的父王名叫做靖南王，写予张寡贵阁下，而对 David Hartwell 阁下收到这张批的翻译。对啦对，就是这张批靖南王寄这张批予福尔摩沙的荷兰人长官阁下，并且致敬问候之意。荷兰政府一直拢和塔坦国以及这个政府保持良好的友善来往。这个友好关系现在尤其必须要更加真诚、更加忠实来保持落去，因为阮国王对荷兰人心怀好感，如众所周知，荷兰人之参与战争，何等互人兴奋，卡使探处来歼灭，我阁袂记。歼是安怎读啊？歼啊是歼灭咯。歼毋是歼歼若探取机会歼灭该邪恶海贼，予以军毒，藉此壮举，必将永留青史。流传万世，而贵国人民也将会更加幸如不已。我将伫军旗改我大将，就是李宝燕啦这只敢若写宝义指上书迄位大清李宝燕，率军前往该海贼之地，进有摧毁破坏。极力予以消灭。我当将此事告知伫你阁下，因你阁下意欲自海上发兵来回，联手攻击该海贼，一举而将其消灭，结束战争。我方在此祈福你阁下如此出兵相助，是毋是是好出兵是毋是要出兵？至其务必回音四知就请你另外回批来甲阮讲。到时贵我双方必须坚定不移，虽受敌攻击而地有所伤损，也必义无反顾，像一个查甫安尼英勇奋战到底。为此，请你阁下提议何时会当来会师联手作战，赢取这场战役。如此，阮将会上书推举你阁下战功，互恁冠过五方之上。你阁下之姓名，也将因而为阮皇帝所熟悉。而首先望伊陛下赏识。你阁下，而且将因而获得丰厚受报，甚至加倍赏赐。如果希望阮双方互相来交谈，或者你阁下对此地有何需求，因阮所处地域相距不远，因此即寡事情拢真容易会当办到。写伫顺治皇帝18年9月4日，合西元1661年10月26号。据所会当看到的，敌人伫北线尾竭尽全力用因的大炮往这边来炮轰，不过俄罗斯上帝并无造成我方明显的损害，因也
早真侪小船吼，因也有真侪小船来因迄寡篷船边啊，显然是要来阻止我方的小船出港。当阮一个骑兵出城要去拿豆园掠敌人伫遐的一个哨兵的时阵，迄匹马被敌人对北线尾发射一粒炮弹，拍着来死去。迄个骑兵安然无恙，样再看觅。样是勇吼，勇，心肝忧闷郁卒吼，叫做勇。破病叫做勇吼。哦，迄匹马死去，迄个骑兵安然无恙。今仔日有6只敌人的篷船大胆进入这个港道的正中央，阮用大炮向因触发炮弹，但是因完全无动于衷。阮真警戒来注视着因。下晡派一只快速小艇炸3张批去港外迄个停船的所在。第一张批是写予副司令官Michael Aitken 先生的，主要内容写讲，因为看到敌人当咧四处转力，要来阻止我方出入这个港道，因此，阮认为应该甲快艇 Elks 号、Donberg 号甲 Anchorville 号派来这个港道北边瓦郡海岸所在。这战事应暗会当适合进行。此外，还佫写讲，依副司令官必须毫不延迟，遂命令所有的船长讲，爱派来处队每一只小船拢必须爱装置一门小炮，并且爱充分装备手榴弹甲火管，爱佫配备火枪手。又佫写讲，船长 Andrew Brandt 已经被任命做要前来处队登陆的所有小船的总指挥官。关系的此事，以Anglican 先生啊，伫上述船长 Brandt 前来处队时阵，甲伊讲，即寡需要用到的人，若是有啥物若是有欠缺的，爱甲迄边的船长讲，命令因爱对家己的人员当中提供予其他的人。又搁伫咧对敌人交战的时阵，如果我方有人表现出不忠诚的态度，或者是因为即个。哇！真正即个词我阁袂记啊，怯懦，但是我记得讲啥，煞袂记。甲软件有关系无？有啦，但是我袂记得安怎讲。我看出来对袂？做台语。敢若是啥物湿胆还是啥物胆，我袂记。我得用胆来测看觅啊。无呢？无胆，左胆。哦，
胆，但是毋是吸胆吼，等下搁查一个 KHIAP 啦吼，吸势还是吸啥吼？但是吸胆嘛是怯懦悲怯的意思吼，吸胆。好，来我用吸你来查看觅啊。KHIAP， 吸，为什么吸干那即个音呢？干那一字高一字吸？结果记毋对吼，吸胆是悲怯小胆吼，吸视是面歹看，叫做吸视吼，完全记毋对去啊，吸视，KHIAP。IAPSI 第3条，吸视。吸视是歹就对啦，歹看啦吼。生做正吸视生做真歹啦。好，但是吸胆是无胆吼。OK， 另外是我要查怯懦这两字，台语要安怎读？甘字底安怎飘音啦？怯，读做吸吼，就是吸嘛吼，吸或者是骹，吸是讲名啦，骹是讲名人名字是新的名这个骹吼，一般讲小胆、惊吓、沦内、软弱、贫惰、失志，拢叫做吸。懦呢？懦读做如、乐、懦软弱小胆是乐，或者是懦弱懦夫有力志，懦夫啦懦吸懦吼。好，来，咱转来第二只讲，如果若对敌人交战的时，如果我方有人表现出无忠诚的态度，或者是因为怯懦而行离开家己的武器，或者是想要跳水逃生，会当由军务官或者是其他英勇的人自由当场甲伊歹死。迄寡借着游泳逃生的，抓着以后爱视同卑鄙的恶徒，毫不吝啬来甲因吊死。好，第二张批是写予上述船长 Brant， 批呢也写予上述命令副司令官的话，也建议伊爱注意每一道舰来岸边，或者是对岸边离去的时阵，拢爱确实看清楚风甲适当的即个海流调色清楚到讲，伫看到因的旁船要来帮战因的舢板的时阵，阮的船会当真紧来避开因。如果天气甲风拢适合航行，阮期待伊明仔载会当率领其他迄寡小船同齐来起山。最后，迄张批是写予鲁斯温克先生，内容主要是写予副司令官迄寡要点。
下晡5点，长官阁下召开可敬的福尔摩沙议会会议，会中决议事项会当对阮的决议录看到。11月7號总算读煞啊，读3天。11月8號吼，早起迄寡篷船又过来即个港道头前停船，因边仔有几只舢板吼。停伫即个港道内面的5方的小船，因此无法度出港去迄个停船的所在，所以双方拢用大炮来猛烈射击对方。下晡调集议员甲其他的人召开大会，会中的决议会当对阮的决议录看到。早起有一个少年的新仔人对洋条倒来投5方。该审讯了后，阮听袂出有啥物敌人状况的消息。有一个水手伫海边仔迄个炮台上，约落伫暗时啊，被敌人一粒炮弹拍到，拍甲遮尔厉害，随断开死去。愿上帝怜悯，接纳伊的灵魂。OK。11月9號拜三，早起好天，今仔日規工佇咧上帝聖殿上帝祈禱祈求，求上帝赦免阮罪過甲過失。為着要維持即個港道出入的安全，今仔日下晡佇咧即個城堡西邊的一個步槍射程的所在的岸邊，開始來起一個目沙。阮看到講，佇咧北線尾內面的篷船的數量暫增加到10隻。下晡強風對北邊吹來，天真陰暗吼，暗時也真寒。11月啦吼，11月10號拜四，天氣甲風如同昨昏，阮竭盡所能吼，要盡量較緊努力去完成迄個已經開始。安怎？CH 常常無聲哦。哦好。可能毋知為蝦米突然間麥克都無聲去啊，家己甲 off 掉啦，我嘛毋知為蝦米，還是我拄則已經有去摸掉，我毋知。好，佮繼續吼。我毋知對啦，都繼續讀啦吼。今仔日已經起好的一個小靈寶啊，好啦，這篇個對頭吼。11月10號拜四，天氣甲風如同昨昏，阮竭盡所能，要盡量較努力去完成迄個已經開始的起迄個目沙的工程。今仔日已經做好一個小靈寶，並且放一門大炮佇遐，也命令所有的騎兵佇遐咧守衛，以免迄寡工作的人被突襲吼，也防止因的工事遭受到阻礙。11月11號，早起天光，天氣溫和，迄時副司令官的船發炮一響，阮看見該船的後面飄揚着迄面白旗。顯然是要甲阮前一日所交予伊的命令傳達予所有的船長甲船長的議員，並且遵行迄寡命令。歹勢哦，我一直伫那想講，我迄副目鏡是去囥咧佗？我一直咧想講，我對中晝出門了後，走去倒位啥物所在？我中晝請假嘛，我下晡攏請假咧休困。結果我目鏡毋知去摕去佗才家己的，無目鏡才足無方便的。我咧想講，即陣轉台灣要來去目睭來手術，看甲迄個軍師甲規個甲手術，免掛目鏡。好，真委屈。好，繼續讀啦吼。顯然是要甲阮前一日所交予伊的命令傳達予所有的船長甲船上的議員，並且遵行迄寡命令吼。
该船是啥物船啊？伊无讲该船啥物船呢？11号早起天光天气温和，迄是副司令官副司令官的船啊，发炮一响吼。阮看见迄只船的后面有飘扬着7面白旗吼。好，这以后无偌久，阮看见迄寡小船拢搁航往家己的大船去，并且看到迄只快艇哈索号伫即个港道头前航来停船，但是被赶走。福罗摩沙议会又搁召开会议，会中决议会当对阮的决议了看到，中昼对南方吹来凉风，下晡迄只小便船船 Devink 号到处地的停船处是对日本派遣经由淡水舰来处地的。阮写一张简短的批互副司令官 Angelken 先生啦吼，伊说明。阮之所以要爱迄寡来港岛出入的小船武装特动的用意，是为着要爱因安全载阮所需要的物件进入来港内，毋是要爱即寡小船去找敌人作战的。佮甲伊讲，爱尽量较紧甲富士兰的号顶头上沉重的物件写明清楚的清单，并且将即寡物件落来，互迄只快艇会当较轻快来航行，然后派来即个城堡的南边，尽量挖近处地南方的岸边来停船。迄只Akvin 号会当留踮咧现在停船的所在，但是迄只 Lustuyen 号爱留往南方去，而 Turbot 号爱来挖近处地的岸边，或者是去迄只 Fujiland 号的南边停船。迄只Northern 号爱搁较活岸边来到水深5深的所在 ，Dolphin 号则爱小可顶头的迄个所在停船。Zixi 号爱小可往北边航去，快艇 Dombo 号爱尽量较紧，也有可能阴暗就出航往南去小琉球，或者是去红山。哇，红山这地名400年前就有啊伊是写红刷 HONGSWA 啦吼，就直接翻译做红山啦吼，毋知是毋是？因为去小琉球去红山应该有可能啦，因为往南嘛吼。去抢水来供应即个船队，特别是迄只Dolphin号的需要，爱尽量甲船只的空水桶拢炸去装水，而茶身爱交互迄只Dolphin号了后。如果还佫有够额通供应其他的船只，就供应其他的船只当中的一只。阮也写一张批互船长 Isbrand Bowenmister。内容含顶头所详细记载的，写互副司令官的批完全相像，命令该船长伫咧办会到的情形之下，爱甲使用的水龙摕转来。写一张配合队长 Herman van Otterhorn 伫咧即种情况之下，大概嘛无特别的代志。暗时啊，好天。9:37，食一粒喉糖。11月12号拜六天气良好，东部号启程出航，要去小琉球。阮迄寡船只拢来挖近即个港岛停船。富吉兰号已经按照昨昏下达的命令巡办。阮的士兵真勤奋真骨力啦吼！咧建造迄个新的木栅，今仔日已经完工。11月13号礼拜日，早起天气良好，举行安歇日礼拜敬拜主。透早6点的时阵，听到富吉兰号发炮一响，所以就
伫即个停船厝停的迄寡船只，所有小船拢去伊遐。显然虽然敌人试图要即寡小船发动攻击，即寡小船也是来入港靠岸。因来入港的时阵，敌人捌发射数发炮弹，但是拢无拍着因。下晡上水迄个 Brant 率领伊带来迄寡小船，转去因离开的所在。敌人看到即个情形，就因航来，我方就对此地以及对停伫个停船厝的迄寡船只用大炮因猛烈射击。迄寡小船拢安然转到因的船只遐。敌人有一只舢板试咧要去迄个 Cooker 号的残骸遐，但是因为警卫用步枪伊射击，所以就转去了。暗时好天，我咧查即个卫星即个卫卫无位的音哦。话转话吼，我即马看咧大理大书店嘛是转话吼。所以是经话啦吼。来，自话行话，行话就是行方不明吼，叫做行话不明吼。行方啦吼，行方。规则叫做行方和行话，护话、禁话军、公众卫生、公众卫生、军卫兵、禁卫兵吼、军卫师团吼、卫生吼，个其他我拢难过，卫生我拢难过吼，示话、守话吼，所以拢是话吼。我伫提想讲是我那位的音吼，无啦保话吼。但是因为警话用步枪伊射击，所以就转去了吼。好，暗时好天。11月14号拜一，天光的时阵非常平静无风，温暖好天。约了10点的时阵，所有阮迄寡小船拢满装着茶甲食物，又搁来入港，其中也载来2门半卡特沃的大炮，是对迄只岛粉号顶头落来。敌人对北山堡发射2发炮弹，其中1发拍着阮身躯的迄个目沙，但是无拍落过去，没有击穿啦吼。阮迄寡小船吼，今仔日真用伊。转到因的船只遐，敌人一粒炮弹拍着一个城堡外面咧洗衫的女奴，拍到伊一倒目包裹城墙落伫城堡里，无偌久伊就死去啊！要暗嘛真侪敌人去做停伫阮对面的迄寡篷船，因到底有啥物计划，到时阵就会知。11月15号拜二，早起好天。哇！今仔日哪一个笑单遮大篇？好，11月15拜二，早起好天，但是天顶忽然间降雾淡湿大地。我换一副目镜者好，我用这副看，吃啦。阮的迄寡小船又搁来入港靠岸，敌人虽然因发炮，但是拢无拍着。阮交一份指令予船长 Brant， 并且甲伊讲，主要是甲伊讲，因为 Lusterian 号的食物已经落来，所以落其他船只食物的时阵呢，毋免遐尔精确处理，因为阮的时间宝贵，毋通安尼来延前
聊时间。如果伊认为天气甲风适合，看到有机会派遣2、3只，或者是更较侪小船来，就随派来，毋免逐遍拢爱等到所有小船自做一阵才同齐来吼。最后即一项命令，伊 Brant 必须要继续遵办其建造迄个木砂的工事，犹不停伫咧继续进行。幼号的仓库呢，1661年11月15号的准号情形如下，所以会对这篇这个哨单吼，就是这个幼号仓库内底的号啦吼。咱来看卖啊吼，念这个要开始念哨单吼。2132号吨，伫2号箱仔内底袂当流通的英国甲苏格兰的云角啊，2409号吨，伫个80号内底，80号箱内底装有2646西班牙里尔。合计一里尔计算，需要遮尔侪号吨来支付所剩落来迄寡里尔。32725号吨，今年9月14号对巴达米亚寄来支付款，就是10800号吨伫27号箱由岛份号载来，10200号吨伫26号箱由 Northern 号载来。11125号吨伫2号箱甲3号箱由 Lennon 号载来，这3项到今也未开箱，或者是8000个升级铸造的铸，我袂记啊，佮查一个。铸造就是铸铸。或者是8000个升级铸的运源伫个3号箱甲4号箱呢，由 Lennon 号寄来，Lennon 号载来。同款2号箱、8号箱、9号箱合计装有12000个升级省啦可能荷兰的什么省升级铸的运源以及。有一箱支付款9000号吨，还放伫快艇富人号顶头。过来是5210个1/4斤各种类的虎皮，是以前大量收买，对迄时以后都无卖出去偌济。今年2月15号的转销会当正式出售。过来是6又个1/4斤虎皮旋蚵，96匹又个32%匹的各种的用布。好，过来就要念这用布啊规篇就是这用布，占一堆啦占到一半，无到一半1/3好，来用布。31又个32/7匹紫红色的绒布，就是7匹锁伫啊，这个450号箱1尺又个1尺7又个3/4号吨，8匹锁伫个8号箱1尺7号吨7匹锁伫个190箱呢1尺8号吨半，6匹摕出这个455号箱，以及276号、275、278、274、279、280，1尺7又个3/4号吨，2匹摕出拄啊，就194号箱，以及263、262、1尺8号吨。1又个32/7匹各分做4的长393，这是什么意思？8尺1尺8号吨
其实我看无该有你写啥吼。32%匹朴实的亮布分做2小道，长2尺，已经被汤夹歹去。30又搁32%匹，即个茜草红吼，茜是即个草里头一个西吼茜。台语嘛读做茜吼 ，CHHIAN 第3条吼茜，不还是读是茜啊，毋是茜吼，毋是第2条，是第3条茜吼，就是花的名吼，叫做茜，做泥色吼，甲药的路用吼，做泥色甲药吼的路用。就是即个花会当用来泥色，用来夹药啊啦，叫做茜哦。所以是30又搁32%匹茜草红的用布，就是8匹伫254毫升，长267又搁3/4尺，1尺6毫吨。8匹伫15毫升，长174又搁1/4尺，1尺5毫吨；6匹伫16毫升，长166又搁3/4尺，1尺5毫吨。放伫3个加色的即个拄仔内。7匹对3毫升线装出去，就是2毫升、30毫升、31毫、769毫、277毫、815毫。这是半点啦，这真正是半点吼。一匹对拄仔内底线装出去的吼，25毫升130甲139毫升，1尺5毫吨。32%匹就是3尺，是1小道吼。背又搁32%23匹的天蓝色的亮布，就是7匹线装伫237、238、240、241、242、243甲239，1尺9毫吨，1尺6毫吨。一匹同款情形伫131毫升，1尺5毫吨。2又搁32%匹，就是23尺长，伫132毫升，1尺5毫吨。6又搁32%14匹绿色的，伫57毫升，1尺5毫吨。5匹厚乌色的，伫70毫升、71、72、73、74毫升，1尺6毫吨。一匹紫红色，长32尺半，1尺7毫吨，已经被汤夹歹。3匹紫红色的，长32尺半，1尺7毫吨，已经被汤夹歹。3匹紫红的，伫209号、210号、211号，长119尺，1尺7毫吨，已经被汤夹歹。互我休一下，休喘一下。这个下坡真，但我今仔这个下坡绝对读袂了吼，可能明仔载嘛读袂了。歹，我一刷噪音袂记读到倒位啊，因为佫逐抓拢做相像吼。休息一下。好，我看觅人过啦吼，5匹、1匹、3匹吼，各种色的吼。这拢全部我拢甲人过吼。好，布我拢人过吼。1匹麻布，8匹彩色的缎吼，2匹编一个无丝12捆。马斯克莫斯科吼，
皮革啦吼，伊是马斯克啦，应该就是真正是伊是马斯克 vice 哈。650箱几年呀？即个麻一个帽啊，丝布的样品，就是4袋廖西2袋空眼布1匹，米兹哦，上顶的青丝吼，一斤马掌衫又个16分之11斤青丝，高顶无卖出去的乌色的旧帽啊。毋知几领吼，空白无写几领，几领呀，即个麻一个靴子吼，无存货，196匹多彩丝布吼，或者是翻译做经西，1960张棉毯吼，就是1960领棉毯吼，225领苏拉托的即个棉毯，包装做5捆，每一捆50领。现在放伫顶站城堡的即个行路的路径，46领的线装哦，271领以前留落来苏拉托的毯啊，毯啊布吼，即我拢个烂过了吼。空眼布料吼，全布料，普通的白色的、乌色的、精美的棉布吼，红色的粗布几领水手的衣服，以早所留落来吼，布刷精美白色、蓝色、红色吼，42包西奈薰草5本，日本的纸。2本西奈的纸，460本的纸张，23领吼，一领啦吼，即个命令迄个领吼，一领20本吼，每本24张吼，6小捆，即个银仔的即个银线吼，银线的碎啦吼，碎啦吼。6支的下笔刀吼，310捆的钩刀，50件的插器，一寡木接的材料，4箱桶仔用的玻璃，17支包银的藤条，480匹棉布，1000匹棉质的布，4750领。个胶皮，胶是胶啦吼，就是胶鱼吼，就刷鱼皮啦吼。装做16包，15531担是一个柳啊，39斤丝，36匹幼棉布，204条日本的棉被吼，2974领日本人的长袍，20个日本的裙角啊，1批印尼。2个大泵，2箱桶仔玻璃，2个重的天平，2个银角啊，含几啊日本的秤砣啊，秤砣吼，47匹各种色的丝布，我拢烂过，8匹绿色的，其中5匹酸啊。以上即寡共拢无法度通编做清单。最后一项是47匹的。白眼丝布，白眼吼是写翻译写即个罗马字吼。鲁商德兰加1661年11月16号签名 Thomas Van Iberen 吼，即个 Iberen 敢若是伫个淡水迄边，还是偏湖迄边的吼。好，总是我第一道读甲烂过的啦，挡袂牢，实在是挡袂牢吼。因为第一道看了遮好读的笑谱啊。好，剩2分钟，我休困啊。哟，11月16号，好，倒啊来甲读好了。11月16号拜三，早起良好如意的天气，阮迄寡小船来回顺利，拢无遭遇着阻碍。
中昼看到两只篷船伫咧西北海上，准备派 Xerxes 号甲 Fugilan 号去追捕因。可庆的福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会中的决议会当对阮的决议录详细看到。阮互 Xerxes 号的船长以及 Fugilan 号的船长写一张简短的批，命令因去追捕对西边或者含即个西北边要来取缔的篷船。若是敌人制胜，就是讲有法度拍赢啦吼，叫因去追捕啦吼。如果船长 Brand 伫咧航道上，或者是要来起山，就请伊尽量较紧前来吼，前来起山。如果互迄寡篷船走去，安尼就要对 Xerxes 号的大尉官的顶位开始继续来调帮来测吼。看到迄寡篷船，就要发炮一响，通知迄只Fugilan号，以便同齐去追捕。因伫咧即个市镇的状况看起来完全拢无变动。9月17拜四，阮去追捕篷船的迄两只船往北边航去。阮迄寡小船载各种需用品来入港，并且又搁出港转去因的船只遐，来去拢平顺无碍。法务议会由法务议员以及其他人举行会议，有两只敌人的船对北边进来港内，阮寄一张批去互副司令官 Michael Adrian 先生，内容写讲阮迫切听候着关系到迄只 Ankvin 号的船务管理的变更，到现在拢无接到消息，就像早就应该接到安尼，共款也无接到船长 Brand 伫迄只快艇顶头表现是如何的报告。对此，真紧就收到回答讲 ，Adrian 对迄只 Ankvin 号的船务管理完全无加以改变。不过，为着要互该船会当安稳为尊贵的公司服务，并且遵照阮的命令来行事，已经派船长 John Antonison Himston 去船长 Brand 身躯边来协助伊。Adrian 认为讲，即个Himston 比船长 Brand 更较谨慎细腻吼，因为船长 Brand 手下人无尊重伊，而且伊为人相当的即个粗心大意。即几工以及搁再来暗暝拢无值得记载的代志发生。为什么搁再来暗暝伊也写着了？但是后壁搁有18、19拢有记啊。11月18两纸读了，早起天气良好，迄寡小船今仔日又搁规工出入无阻碍，来各种食物入来。一只敌人的篷船对北方落来进入港内，福罗摩萨议会又搁调一开会，会中的决议会当对阮的决议录看到，此外无值得记载的代志。好，11月18啦，吼，读到遮吼，11月搁半个月啦，吼。好，读到遮，看起来有啥物？应该是无啥物笔记啦，吼。今仔日遮尔无聊的日记，吼。好，感谢各位，吼。我后要来关房，吼。咱明仔载再搁继续。